来关心民生问题，好事多有这个一型肝炎病毒，这个唔过造成一个疑虑，也就是食安的疑虑。因应政府要求，好事多伊的补偿方案今日嘛已经出来，就是替一赔一，买到有问题的商品就补偿顶价慰问金。啊，若讲食到这个物件有感染的，过路去检验检查，会另外补偿500块的费用。伊也毋过消基会批评讲，这个民众的损失健康比较起来，补偿金额根本就无够，上无爱3000块。Costco A 罐玫瑰红铺继续咧拖，上少42000块会员买到有问题玫瑰。今日下晝啊 ，Costco 嘛公布上新的補償方案，若是買到受到污染的2款玫瑰，可吉蘭冷凍3種綜合莓含可吉蘭冷凍藍莓，慰問金分別是469塊含549塊，差不多是問題商品的計數。啊，若食過有問題玫瑰去檢驗 A 罐的民眾會補助500，不過檢驗 A 罐上少超過400，加上掛號費用，可能就超過補助金的500。买东西你都没有品质都没有把关，把身体都搞坏了，那怎么这个身体健康是无价的？怎么说赔偿就算了呢？你身体的伤害如果已经造成的话，你赔偿再多也没有用。针对 Costco 補償方案，消基會認為 A 罐檢驗期長要50天，可能產生真濟擺檢驗費用，加上患到染疫的心理準備，應該3-4千才是合理。消基會批評，即馬推出來內容實在是有夠無誠意。我们在这个礼拜呢，跟好事多呢，在这一个在会议，然后提出来建议的金额呢，我们也建议应该是在3000块以上哦。那看这一次的一个方案呢，也不过是几百块哦，那跟我们所建议的金额是有蛮大的一个出入的哦。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赔偿一个方案是没有什么诚意的哦。Costco 每个月期若是无好好提供補償的措施，大家應該特別想要去登去甲捧場。華視新聞看起來，趕快訂閱我們的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，歡迎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。